大家嘛，进香乱桥2站的正式经过西丽大桥，要去婚姻关西丽镇的福兴宫主教。福兴宫的庙方就讲，今年拄到清明连假信徒特别多，因为西丽大桥甲福兴宫边仔有架设 AI 人数的统计系统。大家嘛，未前来的时，差不多下晡2点的时，有信徒就超过25万人次。大家嘛，住到福兴宫了后，香客甲游客人数超过50万人，这是历史的新纪录。大甲猫乱桥昨暝7点半行去西丽大桥，分众一队伍面沿几若恭喜，嘛甲西丽大桥照甲光显显，互西丽大桥就亲像伫咧发光共款。镇南宫董事长甘清飘和副董事长陈明坤带分众一队伍光桥向前行，伫咧大桥另外一边的福兴宫，庙嘛派人跟接妈祖主教。福兴宫即摆特别伫咧桥头顶，福兴宫全部的出入口和宫庙内体设点秒机24点钟记录。这是特别设的 AI 人数统计系统，镜头来翕到动物和物品，系统袂反应。若是翕到人，就会出现 person 的英文字加一寡数字，代表系统开始伫咧计算，算落来，发现今年大家妈出巡分钟到婚林西丽福兴宫，人数超过50万人次。昨天下午在将近2点的时候呢，估算到25万人次左右抵达西螺地区，整个出入人次的统计有超过的50万人次。比方讲，这个 AI 系统和保险公司佮台北一婚姻中的系统是同款的。岛边各个所在会有进入和出口，佮有总计3项数字，会替比方统计参加香客和游客数量有偌济。因为分钟拄到清明连假，互进香的人数变真济，昨大家嘛主教超过50万人次，嘛创下历史新高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